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繁华日月天地转，人天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停！这是……我说，通知你们掌柜子，叫那个梅子姑娘赶快跟我们走，我们家公子呢，还在那边等着呢。好说好说，请稍等，稍等。岳文成，人家岳公子的轿子还停在那大门口呢。梅子这一送去，那可就毁了。老娘我早就听说岳文成是个花花公子的。胡四爷，先把梅子藏起来，躲过这阵子再说。况且当今皇上明令禁止卖淫嫖娼，他不怕麻三棍儿，难道还不怕皇上吗？对呀，他就是闹到麻三棍儿那儿去，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你赶快把他家丁给我打发走，我去找梅子去。好。小的听说姑娘是那个红月楼的看家宝啊，他们说她一夜未归，可是小的怎么也不相信呐。这么说，是红月楼把人给我藏起来了？是小的猜想也是这样。本公子什么女人没玩过？哼，一个小小的红月楼，敢跟我捉迷藏？是。北京，哎呦，岳公子驾到！我这红月楼可是蓬荜生辉呀，公子请。把梅子姑娘给我叫出来。听见没有？梅子。哎呀，这梅子姑娘一夜未归啊！混蛋！梅子一夜没归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快去找啊！是。哎呀，岳公子，那好，那带我到梅子姑娘的绣房去看看。好，公子请。请。公子慢走。岳公子请。
你慢着，公子。公子，请。啊，请。好。岳大公子，你看看，梅子她确实不在呀。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四姨有何吩咐？你们两个好好伺候岳公子。是，岳公子。慢，本公子要找的不是你们两个，快走！岳公子，你……本公子初来乍到，你不会跟我打马虎眼吧？哎呀，那哪能啊？别人也是接你也是接，收的银子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哎，有这话就行。要多少银子啊？你张口，反正梅子是我的了，谁也不准沾它。是。哟，哎呀呀，岳大公子，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？当今皇上明令禁止嫖娼卖淫，你长几个脑袋，敢如此狂妄？你开口皇上，闭口皇上，你是存心取笑我岳母不成？哎呀，不敢不敢。他皇上又怎么样啊？啊，当今皇上禁赌禁娼，可他自己3宫6院，一个不少，半个不落。好了，我不和你贫嘴。扬州城这么大，你看哪个妈妈能和你成交，你就找谁去。我红月楼可是官办的歌舞坊，你可别坏了我胡四姨的名声。你还什么名声？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是不开窍啊！混蛋！你打人！哎，给我住手！别敢打我！打你怎么着？就打你了！来人呐！把红月楼给我打了！给我慢着，真烦啊！这是，给我砸！砸！我狠的！往哪儿砸呢？这，哎，公子，给我砸！狠的给我砸！对，砸！不能饶了他们！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害怕都是因为你呀！什么？那个岳公子找不着你，就让侍卫们砸红月楼，还捡球打，四姨被他打得遍体鳞伤了。来，给我看看这。公子，没事了，好些了，好了，好些了。那叫他们歇了。哎，好啊，歇了，歇了，歇了。行，把那个，对，给我叫来。哎，好，是。过来，来。快，怎么了？看，他妈的，竟然敢打我们公子，你胆儿大了你！过来。哼，这写的什么字啊？啊，这是。现在你知道我岳公子说一不二了吧？啊！不叫你为难，要是官府怪罪下来，你就说是我纳的妾，在你这儿养的。
我倒要看看谁头大，敢冲爷爷我说三道四的。哎，对了，说好了，让梅子今天晚上等着我啊。哎，公子，您慢走。哎，走了，走着。哎，好走，走好啊！他妈的，四姨啊，快到花厅休息去吧。啊，走吧，快点，慢走啊。你看这王八蛋啊！你看他给我这弄的。是啊，四姨不想这些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去吧。管家，在，把这些桌子扶起来。是，快点给扶起来。四姨，您就歇着吧，来坐下。您坐。四姨，啊，四姨，我去官府告他们。不，你可千万不能去。你没看他连天王老子都不怕吗？你可别再给我找事儿了。梅子，四姨说的对呀，岳公子他爹是皇上的重臣，连皇上都得让他3分。我们一个小小的歌舞坊去告人家，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吗？四姨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梅子，看在四姨抚养你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不该做的事情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呀。四姨，妹子什么都听你的，可是你要是把我交给那个畜生，我死也不从。到那天，红月楼也讨不到什么好。让我想想，你先回你的屋吧。这边也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都回吧。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，都回去。管家。啊。嗯。哦，哎。
看来梅子这回是难逃岳文成这关了。叶家，只有你黄慎兄能救他了。梅子对你有意，连傻瓜都看得出来。况且当初北京破那对子，也有你皇兄一份啊。可是我，哎呀，想个办法把他赎出来嘛！你孤身一人找个帮手，有何不妥啊？既然兄弟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，我也就不避讳了。我对梅子是有些心思，只是无缘分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皇慎身无分文，字画卖得了一点银两，可还要寄回家抚养我那年岁已高的老母，哪来的银两再去多养一个人呢？嗨，此言差矣。梅子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，他可是非同一般的，琴棋书画样样都行。你也太低估人家了。可你算过没有？红月楼全靠梅子撑脸面了，把她赎出来，那得要花多少银两啊！我连想都不敢想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今天晚上梅子真的送到岳公子那里，那他的性格我知道，肯定会闹出事来的。黄参画师，黄参画师可在此地？我就是啊。来者何人？哟，这不是板桥大师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马大人倒是在找你呢。马大人请您去呢。马大人找我们有何贵干呢？小的不知，好像朝廷来了大官儿，非要两位大师作画不成。好吧，你回去告诉马大人，说我们随后就到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去吧。梅子姐姐，司仪让你喝了这份燕窝汤，换好衣裙，待会儿送到岳府去。荷花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香莲有话说。是，姐姐保重。慢着，你去告诉司仪，我不会再跑了。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香莲，你我姐妹一场，姐姐现在有难，你一定得帮我。姐姐有话尽管说，只要香莲能办的，一定照办。香莲，我被卖到这种卖笑的地方，也是身不由己的事情。本想守个洁身，将来找个好人家从良，将来也有脸面去见我的亲爹爹。现在看来，没有这个指望了。
姐姐，你不要想的那么多，岳公子不准就是那么坏。借他的手，你出了这个地方，而后再寻他路，也不是不行啊。你以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是。贺青青被人玩了一通，想开了，寻了情也值得。可是我呢，也说不上为谁殉情，可也不能这样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禽兽给糟蹋了吧。姐姐，香莲，姐姐求你一件事，你到多子街的药店里替我买一些砒霜回来。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放心，出了任何事，姐姐都不会连累你的。姐姐，我好怕。好妹妹，别怕，怕也是没有用的。姐姐就是到了阎王爷那儿，也不会忘记你的。大人，你看，请你们几位大画师来，这是我们扬州人的体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抚远大将军岳钟琪在京城听说了我们扬州画师的大名，特意派他的小儿子岳文成慕名而来，来到我们扬州。是啊，这下我们扬州可要大出风头了。大将军名重满朝，有他点的名作画，真是千古留名的美事儿啊！好，要是这个名我们不想留呢？这事情还没说完就动义气，总不大好吧？那就接着往下说吧。对，岳大人今年80高龄，欲纳我们扬州的名画师的大作，给他80大寿，添喜增寿。请下列各位画师，就是在座的画什么呢？万寿字一幅，要写上万寿无疆的字样。这个还有这个这八仙图一张，里边的那个曹国舅的头要画成岳公子的模样岳公子的模样，这个还有青竹图一张，有单根的一统到天。何为一统到天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念的是岳太公的心，至于怎么画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行啊，接着念。先生买药。姑娘，你家的人得的什么病要买这种药？头疼，不，是胃不舒服。那也不用这么多药啊。这你别管，我付钱，你给药就是了。姑娘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家的主人，这个药取1/10和别的药一起取用，可不能大意，你可要记好喽。姑娘拿好了啊！给钱。好。放下那会儿，跟上他。
那个小女子在我们药铺买了好多砒霜啊！啊！香莲，香莲，哎，香莲，叫我有什么事吗？四姨让你到她的屋里去一趟，听见没有？马上跟我到她屋里去。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那把这包药交给我。不，这是梅子姐姐肚子疼，让我给买的药。给我，给我！嘿，他跑，给我追！抓住他！给我带回去！梅子姐姐，带走，走！梅子姐姐，快点，走！梅子姐姐，快走！梅子姐姐，梅子姐姐，快救救我！梅子姐姐，喊什么？梅子姐姐，快救救我！快，四爷，四爷，梅子姑娘的命不该绝，就看你我的了。你有何妙策？好了，我来敲锣，你们得敲敲鼓才是啊。好，马大人，我们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诸位要是有话就请在此说，若是依字画的润笔费，你们放心，我做主，先付你们200两定银。如果岳公子认同收下了，每幅再加500两，这可是市面上最高的价了。马大人，您想多了。既然是受您之邀，钱不钱的我们根本就不在乎。只是这点题作画总得有个章法。既然是受岳大人之托，我们就更不能小觑此题，因此我们还得商量商量。好吧，你们就在院子里商量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好。来，梅子姐姐，梅子姐姐，救救我！梅子姐姐，救救我！梅子姐姐，救救我！住嘴！四姨，您看，给我家法处置。哎，照四姨的吩咐，吊起来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谁要是再不听话，他就是你们的榜样。吊起来，吊起来！住手！你们住手！再不住手，我就跳楼了！梅子，梅子，别跳啊！哎，别跳，别跳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！哎，梅子，哎，吊起来！梅子，有话好好说，我这就上来啊！你们看出来了吗？岳公子居心叵测，大有和皇上争夺天下之意。几张画子说明不了什么。哎，仁兄诧异，板桥说的对，这个岳公子绝不是一般的人物。他仗着他老子是先帝授予的抚远大将军，跑到扬州来横行霸道，强掠民女。这种混账奸人，给他作画，岂不是辱没了我等的画笔？我们大伙儿不给他画不就得了吗？哎，问题没那么简单。以我之见，画还是要画，就看怎么个画法。哎，金龙兄说的对，据说这个岳钟琪十分的霸道，就是他杀了人告到皇上那儿去，皇上都得让他3分。如果我们不画，我们几个逃不了是小事儿。这家伙心狠手黑，
就连我们的家眷都会遭殃啊！特别是眼下他又看中了梅子姑娘。依我之见，我想，咱们还是在这画子上做些文章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这帮人打什么鬼主意呢？怎么商量个没完没了了？大人，让他们去商讨。无论如何啊，他们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。此话怎讲？是这样，咱们来了。啊，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？嗯，我问你们呢。大人，请百花案吧。好，痛快痛快，笔墨伺候。哎呀，梅子，想当初你是没人要啊，我花了1000两银子才把你买下来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也就活不成了。哎呀，咱们这红月楼就这么一点家当，咱们经不起折腾啊，咱们惹不得事啊。梅子，你可要听话呀，不要惹事儿啊。这么多年呐，我疼你爱你的，我好可怜呐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行不行？你答应了？我随你到岳府去，还不行吗？真的？不过，你得把香莲放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把香莲给我放下来！是，快放下来！请。公子，公子，来客了！哎，来了，公子，怎么是你们呢？禀公子，我和子坤大人把画师们都召齐了。啊，花儿呢？正在画，我把他们圈在衙门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禀公子，我们刚刚安排好，就来禀报你，好让人放心。荒唐啊！这么点事儿做就做了吧，禀报个屁！等在这儿啊！是。叶公子，叶公子，来了！哎呦，叶公子啊，来了！啊，来了！放哪儿啊？放。你们俩还在这干什么呀？这会儿张罗完了送来就是了。走。往哪儿带呀？走啊！往哪儿带呀？啊，哪屋空着？玫瑰园啊，送玫瑰园。好。马兄，这司仪见着我们连招呼都不打一个。呸！这个见钱眼开的臭婊子！嗨，我早晚得让他吃点苦头。哎呀，管家，人来了，落轿！梅子姑娘，快出来吧！到了。来，梅子，慢点啊！来，你呀，先跟管家待一会儿，岳公子一会儿就到啊。姑娘，请跟我来。
子啊，公子稍后。公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梅子是我带大的，她的脾性我是知道的。你要是把她带走啊，可千万别惹毛了她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她进了我的府，我都不能碰她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看，梅子与你素不相识，她突然进了你的府上，你要是惊扰了她呀，我怕……哎呀，一个小小的歌妓，让我费这么大的心思，三下五除二。哎，公子，你听我一句话，这梅子可不是一般人家出身，心向很高，公子强取不如软得。这是怎么个软得？梅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公子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你在这方面下点功夫，比强来要要诗意的多。对。哎，公子你就歇着去吧。公子，哎呀，银子回头让管家给你送去就是了，包你满意啊。那谢公子了。公子慢走啊。走。姑娘，我来了。你别害怕，你算是遇上好人了。我绝不会伤害你，我可对天对地对姑娘你发誓，我绝不做你不愿做的事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是我从红月楼买回来的，当然了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把你带回金陵，纳你为妾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愿离开扬州那你就住在这儿。看见这宅子了吗？这都是我们岳家的私宅。雇几个佣人，让他们好好的伺候你。听说姑娘的琴棋书画都是了不得来，为本公子弹一曲。来，你看看，酒油的茶，好，去吃。快！你们画的怎么样了？好，我的已经画好了，他们的我就不知道了，你问问他们吧。金师傅、高师傅，怎么样？大人请看。你催得急，可少一个字，你担着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还是真得查查，看看这1万个寿字少没少。那好，你现在就数吧。要是少的话，我现在就补。哎呦，这1、2，师爷，你把这些做好的都收，送到表房去。好。这儿。哎呀，这张画子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这曹国舅的头呢？
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曹国舅的头嘛，恐怕得向马大人要了啊。对啊，这头得向马大人要啊。这你问我要什么头啊？这头你不画，我怎么交差呀？您不是说了吗？这曹国舅的头要跟岳公子的模样似的，我见不到他的人，我就是神仙也变不出来啊。是吧？就是嘛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？那您看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要是马大人不能把岳公子请来，那叫我们怎么画呢？就是嘛。对。好听，好听。好。公子，扬州知府马三桂大人到，他说要公子的头。公子，哎，你醒醒！公子，扬州知府到，好要你的头。哎，好，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扬州知府说，按老太公的吩咐，八仙图里这个曹国舅要画成公子的形象，你公子不到，画不出来呀。哎，早不来晚不来，真讨厌。姑娘，我一会儿再来陪你啊。您慢。好，画完了。好。岳公子，请看吧。公子，您看。好了，好，那就送表。好，送。好，你等等。公子还有何吩咐啊？我不想再见着你了，记住了吗？公子，怎么了？这裱好的画我还得亲自送到您的府上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？刚才公子说不想再见到我，也就是说，您还得再见我一次，对不对？这个，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遇到风
风吹不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